大家好，呢度梁晶晶 Crystal Online 嘅四喜媽今日咧介紹兩條有少少 DIY 款嘅手串俾大家。好，第一條咧就係一個紫檀木嘅5條經文嘅設計款，襯咗一個冰藥石嘅。好，第二款咧就係一個金剛棒，仲有鏤空款，配咗一個6字真言嘅，都係一樣8米加嘅手串嚇。手串咧就大概8米加左右，咁呢一個咧大概就係9米加乘呢一個15.8，戴上手俾大家睇下。好嗱，呢一條就係金剛棒，功效同埋價錢我會講俾你哋價錢我會講俾你聽，功效咧我會寫喺上邊嘅，因為講唔晒嚇。好，呢一條睇下好靚，望唔望到啊？好，呢一條5條經文嘅118蚊一條，呢一條金剛棒嘅128蚊一條。有興趣嘅聯絡梁晶晶 Crystal Online 嘅四喜媽。